2026台南自動化機械甲智慧製造展14到17佇咧大台南會展中心盛大登場。市長王偉哲也特別出席開幕典禮，伊強調台南有真儕傳統產業攏是隱形冠軍，希望透過這場展覽，讓台南的產業實力被看見，並借由媒合掛一訂單，為咱台灣製造業注入新的動能。在台南來說，不僅是只有這個半導體，其實我們在精密產業以及許多的許多傳統產業的隱形冠軍是非常多了。譬如說做汽車零件的，譬如說做這個光學式這個器材的，譬如說做我們精密機械的，這個都是有許許多多的隱形冠軍。因此呢，我們特別歡迎這個精密機械展能夠在台南舉辦。那希望在南台灣的整個傳統工業能夠被看見，也感謝中時集團，也謝謝所有的好朋友，請大家一起來關注。這不只是 to B 哦 ，to C 哦，不僅是你來看看我們的工業實力，或者是來這個接訂單，來這個下訂單，都是非常好的。預祝2026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開展成功。工商時報呢創刊到今年已經48年，那在台南當地呢，也經營了超過40年，那舉辦機械展呢也超過30年。未來我們工商時報呢會持續着以觀察者跟推動者的角色，希望跟我們市政府以及所有的廠商來繼續的合作，希望能夠再創我們機械業的榮景，再創我們台灣的經濟奇蹟。這次總共有146間廠商參展，展出500個單位。儕廠商趁到這次機會，多力宣傳公司的新產品，希望透過展覽創造新的市場。這場南台灣上專業、上有規模自動化機械展，目前正在盛大展出中。主辦單位歡迎大家在展覽期間免費換證入場看展。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